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9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8节，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，雅各书第4章第8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亲近神。亲近神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一件事情。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学习要来服侍上帝，要来向上帝献祭。从出埃及记第7章开始记载，我们就看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在10个灾难的过程当中施行他的保守与拯救。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没有亲近上帝，没有明白上帝，不相信上帝。反倒我们看到从出埃及记12章的经文记载到，看到其他的族裔，所谓的闲杂人等跟随了摩西来出埃及。他们选择了亲近上帝，而不是埃及的神明们。这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，救恩是赐给谁的？是赐给凡是亲近上帝、愿意接受救恩的人。这当然包括了外邦人。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记载了外邦将军乃曼得到上帝的医治，麻风病得痊愈的记载。在经文里面这样说到，叙利亚军队的统帅乃曼很得国王的器重，因为上主曾经借着他使叙利亚军队获胜。他是一个英雄的战士，却不幸患了麻风病。有一次叙利亚人突袭以色列的时候，掳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。这女孩后来做了乃曼妻子的婢女。一天，他对他的女主人说：但愿我主人能去见住在撒玛利亚那先知，他一定会医好他的麻风病。乃曼知道了，就去见王，把那女孩所说的话报告王。王说：你去见以色列王，把这封信交给他。于是乃曼就启程，带着3万块银子、6000块金子和10套衣服。他带的那封信这样说道：这封信介绍我的大臣乃曼，我要你医好他的麻风病。以色列王读到这信，恐慌地撕裂了衣服，喊说：叙利亚王怎能期待我医好这个人呢？他以为我是操纵人死活的上帝吗？他显然是在找机会刁难我。神的人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撕裂了衣服这件事情，就打发人去对王说：你为什么这么难过？打发那人到我这里来吧，我就让他知道以色列真有一个先知。于是乃曼就带着马匹马车来到以利沙的门口。以利沙叫一个仆人出去告诉乃曼，要他到约旦河去洗7次。就这样子，他的皮肤就会好起来了，并且洁净了。乃曼生气地走了。他说：我以为他至少会出来见见我，并向上主他的上帝在我的患处挥动他的手，医治我的麻风。再说，那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，不是比以色列任何一条河还要好吗？我不也是可以在那里洗得洁净吗？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乃曼的仆人上前对他说：先生，如果先知要你做一些困难的事，你一定会照他的指示去做，更何况现在他只告诉你去洗就得洁净了。于是乃曼到约旦河去，照以利沙的指示，在河里浸了7次，他就完全洁净了。他的肌肤复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。雅各劝勉基督徒应当要亲近上帝，因为这样上帝就会亲近我们。雅各书第4章第8节到17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为善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悲伤、悲痛、哭泣，要把欢笑变为哀哭，喜乐变为悲愁。要在主面前谦卑，他就提升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互相批评，谁批评或评断弟兄姐妹，就是评断和批评摩西的律法。如果你们评断律法，就不是服从法律的，而是评断他的。只有上帝是立法者、审判者，只有他能够拯救，能够毁灭。你是谁，竟敢评断你的邻人？有人说，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，在那里住1年，做生意赚大钱。可是听我说，你们连明天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。你们只不过是一层雾，出现一会儿就不见。你们应当这样说：如果主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做这事，做那事。可是你们竟然那么的骄傲自大，这样的骄傲全是邪恶的。所以那知道应该行善而不去行善的，就是罪。这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对许多的人来看呢，那看不见的上帝如何要亲近，这很难的。亲近上帝的主要目的是要洁净自己，要谦卑自己，不要评断，也不要自夸，追求让自己更像上帝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8节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。从遥远的地方，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，你都看见。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能够理解的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躲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是在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。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，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。但是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是黑暗，黑夜跟白昼一样的光亮，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的。你的五脏六腑是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。在母腹的当中，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歌颂你，因为你可敬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的领受。我在母腹当中被塑造，
在隐秘当中逐渐的长大。古若怎么样成形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就已经看见了我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日子的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了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的深奥，你的心思多么的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，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诚心的谦卑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只求追求学习上帝的本质，亲近上帝，成为上帝眼中的忠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